喺尋日嘅比賽之前，莫雷拉咧就曾經喺記者會嗰度話，而家再翻嚟香港比賽咧，就有翻以前嘅親切感。有人話咁佢會唔會翻嚟香港跑㗎？其實呢句都可能係客氣説話嚟嘅啫。就算係真心話都唔出奇啊！佢依家翻嚟客串都係一日啫嘛，應該唔會有咩幕後人員對佢唔好㗎。另外，佢喺比賽場上俾人夾三文治咁夾啊，俾人搞到要勒鼻嘅時候，呢種經歷佢又會唔會覺得好有親切感呢？尋日都有咁嘅事發生㗎，不過咁樣對佢嘅人都唔係罰好重啫。尋日頭一場佢包尾就即刻有人喺個網度咿牙鬆講，其實有咩咁好笑咩？後尾阿麥道朗就試過包尾啦，阿田泰安就試過包尾啦，每一場都有騎師包尾㗎啦，硬係大驚小怪。第二個包尾呢，就冇人出聲嘅喎，係佢嘅啫喎。我睇個賽後報告，點解佢頭兩場都跑得唔好呢？佢好似話揾唔到遮擋喎。而且第一場嗰隻好似係第一次跑咁長嘅距離，兼且第一次孭135磅，唔知有冇影響呢？至於佢喺記者會度話李健夢景可以同嘉應高升較量下，未必一定會輸。啲人話佢大口氣喎，其實個個騎師都係講差唔多嘅嘢㗎啦。參加得比賽唔通話香港呢隻係馬王嚟㗎，我嗰隻最多係陪跑嘅啫，有位置已經算好彩啦。咁樣講咩？如果一定係咁樣嘅，賽馬就唔會有爆冷門呢種情況啦，係咪？尋日佢輸咗俾嘉應高升，佢都只係話佢好滿意李健夢景嘅表現。呢次輸只不過係遇到一隻非常之犀利嘅對手啫，隻馬係冇問題嘅。尋日佢嘅成績呢，就係2冠1亞1季，夾埋都攞咗唔少錢㗎。我睇過個記錄啦，應該佢都應有70零萬港紙可以袋嘅，有40幾萬係李健夢景嗰場嘅。尋日都有日本人嚟香港入場捧佢場㗎，李健夢景嗰場好多人都中咗㗎，仲有人呢係中最後嗰2場嘅孖寶嘅，所以都應該收穫唔少。根據啲日本人嘅分享呢，佢哋就會避開莫雷拉係冷門嗰幾場，所以輸翻落去嘅情況應該唔多嚇。尋日羅富全贏完馬之後話莫雷拉真係幫到手，下個月如果佢真係翻嚟跑遮打杯呢，羅富全會有馬預俾佢喎，睇下點。嗰啲橡木城都唔係第一次嚟香港㗎啦，如果馬主有信心嘅，用莫雷拉嘅信心會更加大啲咯。今年莫雷拉已經翻咗嚟幾次㗎咯喎，佢都應該估唔到會咁多㗎嗬。不過呢，嗰個日本騎師川田將雅就或者以後都唔想嚟香港啦，陰公。尋日嗰隻自由島出事之後，有人見到川田將雅喊，其實都唔出奇嘅。一個好嘅騎師應該係對馬匹有感情，當馬匹係比賽拍檔㗎嘛，唔通個個好似馬會冠軍咁樣咩？其實當年佳龍區出事嗰陣時，雷神一樣咁心痛。至於莫雷拉啱啱嚟香港出賽完，喺未返嚟跑遮打杯之前，佢又會點安排呢？佢話要去美國跑呢個肯塔基打比。我查過啦，肯塔基打比係每年5月嘅第1個星期，咁真係好快啦。之後佢又會返去巴西同屋企人放下假先啦。月尾返嚟香港跑遮打杯。6月呢，有日本練馬師針佢跑打比，睇下點安排啦嚇。